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於2023年12月13日共同發布《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便利措施》，簡稱大灣區標準合同便利措施，以促進內地個人數據安全及有序咁跨境流動。參與大灣區標準合同便利措施屬自願性質。數字政策辦公室通過行政安排執行喺香港有關嘅便利措施。當個人信息處理者或接收方簽訂大灣區標準合同時，香港合同方應採用如下流程向數字政策辦公室進行備案。首先，香港嘅個人信息處理者同接收方應該喺大灣區標準合同生效嗰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數字政策辦公室遞交文件進行備案。然後，數字政策辦公室會喺收到文件後嘅10個工作日內完成文件查驗。如果文件齊備，數字政策辦公室就會向符合備案要求嘅香港個人信息處理者發放備案編號，或向接收方發出文件收妥通知。如果需要補充完整文件，數字政策辦公室會通知申請人喺10個工作日內提交。逾期未補充完整文件嘅備案申請，數字政策辦公室將可以終止呢次嘅備案程序。請參閱我哋喺數字政策辦公室嘅專題網頁上發布嘅大灣區標準合同備案指南。備案所需文件包括已填妥簽署同加蓋公司印章嘅大灣區標準合同備案表格、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文件，即商業登記證或公司註冊證明書副本，需要加蓋公司印章同埋獲授權代表該公司嘅授權人證明書核證副本，已簽署同加蓋公司印章嘅承諾書原件，已簽訂嘅大灣區標準合同原件。需要特別注意嘅係，採用大灣區標準合同嘅個人信息處理者及接收方，必須嚴格按照大灣區標準合同實施指引附件裡面嘅大灣區標準合同以及承諾書範本去訂立同簽署。大灣區標準合同以及承諾書範本可以喺數字政策辦公室嘅專題網頁下載。當準備訂立大灣區標準合同時，合同雙方需要留意以下嘅事項。首先，關於進行個人信息保護影響評估方面，個人信息處理者需要喺備案嗰日之前嘅3個月內完成個人信息保護影響評估報告。喺準備報告時候，可以參考私隱專員公署出版嘅指引。然後喺準備大灣區標準合同方面，喺簽訂合同後，合同嘅雙方必須各自喺大灣區標準合同生效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數字辦及廣東省網信辦分別提交備案。大灣區標準合同訂明個人數據同信息不可轉移到大灣區嘅9個內地城市同香港以外。國家網信辦明確表示，有關機構嘅註冊同有關個人信息嘅保存地點必須位於大灣區嘅9個內地城市或香港。另外，國家網信辦喺2024年3月22日發布咗促進和規範數據跨境流動規定，提出咗免予訂立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嘅具體情形。相關嘅情形亦同時適用於免予訂立大灣區標準合同。我哋喺數字政策辦公室網站裏面設立咗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專題網頁，歡迎瀏覽我哋嘅專題網頁。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gbascc@digitalpolicy.gov.hk。多謝收睇。